都幫過我哋好幾次嘅分享噶啦。今日佢要同我哋分享嘅咧就同抑鬱症有關嘅吓，就係關於即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對抑鬱症有多啲嘅認識啦，同埋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自我調節啦，或者一啲治療嘅途徑啊。咁啊，阿 Miu 就會用廣東話同國語咧係雙語一齊做分享嘅啊。好，首先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我們的講座。今天的 Mildred Mock，他已經來我們這裏好幾次了。今天他要分享的題目主題就是憂鬱症啊，希望大家聽過他的分享以後，對憂鬱症有多一些了解，還有就是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去治療啊，或者是調節自己的生活。好，現在我要把以下時間交給 Miu，好，Miu，交俾你啦。好，唔該你，謝謝你。啊，誒，係啦，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參加我哋嘅精神健康講座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即係抑鬱症嘅，咁就睇下一齊行過呢個抑鬱嘅日子啦，認識下啲症狀、身心調節同埋康復嘅路會係點樣嘅咧？咁樣係啦，咁我係 Mildred 啦，咁我係一個註冊社工啦，係一個心理治療師啦。咁好高興今日可以嚟到同大家講呢一個話題啦。謝謝大家今天來到今天的精神健康講座。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講抑鬱症啊，我們會一起看怎麼一起能走過抑鬱的日子，認識抑鬱症的症狀、身心調節，還有復原之路。我是 Mildred，我是一位註冊社工，也是心理諮詢師。今天很感恩能有這個時間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這個不容易的一個話題啊。我知道今天當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有一些朋友、家人，或者自己也可能經歷過可能有一些日子比較低落、疲憊或者失去動力或者你正在過程裡面照顧家人、陪伴朋友我希望今天的講座呢，不單是帶來一些知識，也可以幫大家能對自己或者對身邊的人多一份理解，還有少一份批評我知道咧，今日可能有啲朋友，可能係你自己都可能係你身邊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可能都經歷過咧試過低落啦、疲倦啦、失去動力啦，都有啲朋友可能係照顧屋企人啦、陪伴朋友啦。咁我希望今日嘅講座咧，唔係淨係帶嚟一啲知識啦，更緊要就係我哋對於抑鬱症多一份了解啦，少一份嘅批評啦。咁我哋今日咧最主要會去講即係幾樣嘢啦，包括就係咩係抑鬱症啦，佢會點樣影響我哋嘅身體同心理啦，神經系統同埋大腦嘅變化啦，我哋華人嘅文化對於即係情緒係點影響嘅咧，同埋焦慮抑鬱之間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咁樣。咁我哋都會去講下抑鬱背後其實想同我哋講啲乜嘢，個復原方向會係點嘅，同埋你點樣可以支持到你身邊嘅人今天呢，我們會主要說幾個部分，包括什麼是抑鬱症，它怎麼影響身體和心理，腦神經系統還有大腦的變化會怎麼樣，華人文化對於情緒的影響，還有焦慮和抑鬱之間的關係。我們也會談一下抑鬱背後，他可能在想跟我們說什麼，還有復原的方向，以及怎麼支持身邊的人所以今天的目標呢，不是教大家怎麼立刻變好反而就是怎麼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就是我們覺得shame，然後多一點希望可以怎麼走這個路今日咧，我哋嘅目標咧，唔係教大家點樣可以即刻變好，而係多一份理解啦，少一份我哋話對於有即係抑鬱症嘅一個負面嘅標籤啦，同埋多一啲嘅希望。咁首先呢，我哋認識下咩係抑鬱症先，係啦。首先，我們認識什麼是抑鬱症當大家聽到抑鬱的時候，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你問一下自己當你聽到抑鬱的時候，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你可以打在留言裏面我哋可以問下自己，當你一聽到抑鬱嘅時候，你第一個係諗到啲乜嘢？可以試下打喺個留言度嘅。係咁有啲人咧會諗到心情唔好啦、冇動力啦、負能量啦。
但係咧，亦都好多人咧，可能心裏面有另外一把聲音咧，喺度講緊，咦，係咪太脆弱啊？係咪唔夠努力啊？咁樣。咁特別喺我哋華人嘅文化裏面咧，好多人會好容易將抑鬱理解成為一個性格問題啦。啊，有些人呢會想到，可能心情不好、沒動力、負能量，也有很多人心裏面可能有另外的一個聲音在說，誒，是不是我太脆弱了？是不是我不夠努力？尤其在華人文化裏面，很多人會很容易把抑鬱理解成為是性格的問題啊。不過今天呢，我想邀請大家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啊去看，其實抑鬱症呢不單單是情緒的問題，而是我們的身體跟心理長期受到壓力之後的一個反應。就好像一個人背很重的東西走了很遠很遠，那到某一刻身體可能就會說，誒，我真的撐不住了啊！我哋今日咧會嘗試用一個新嘅角度，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其實抑鬱症咧唔單止係一個情緒嘅問題啦，而係一個身體同心理長期承受壓力之後嘅反應嚟嘅。就好似一個人孭住一啲好重嘅嘢行咗好遠好遠嘅路，然後到某一刻突然間個身體就真係話啊，我撐唔住啦咁樣。好多經歷過抑鬱症嘅人咧，會聽到一啲説話嘅，譬如振作啲啦，開心啲啦，唔好諗咁多啦。咁好多時咧講呢啲説話嘅人咧，其實係出自於關心，佢哋唔忍心見到你咁辛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呢啲説話咧反而係令到人更加自責，係咁，因為內心裏面可能喺度諗，啊，如果我做得到，我就早做到啦咁樣。很多經歷過抑鬱症的人都會聽到一些說話，譬如說振作一點，開心一點啊，不要想太多啊。很多時候說這些話的人其實是出於關心，他們不忍心看到你在辛苦，但有時候呢，這些話反而讓人更自責，因為我們的內心可能在想，哎，如果我能做到，我早就做了啊。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抑鬱不是選擇啊，沒有人會故意選擇這麼辛苦啊。也不是不努力，很多時候呢，我自己的經驗呢，我看到我的客人，切切相反，他們是努力了很久，或者有時候太努力了啊。所以有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我想大家知道，抑鬱咧唔係自己揀嘅，係啦，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冇人咧會特登去選擇，即係要咁辛苦，亦都唔係唔努力啦。好多時即係喺我自己嘅臨床經驗裏面，我係睇到。反而即係有抑鬱症嘅朋友咧，佢係努力咗好耐，甚至乎咧太努力啦。咁你可以去睇到呢條圖片咧，就係如果我哋去照下個腦袋，有抑鬱症同冇抑鬱症嘅朋友咧，個腦袋咧，你會發現咧，有抑鬱症嘅朋友嘅腦袋咧，佢好似熄咗機咁，好暗啊！你見唔見到啊？係啦，有光啊、黃色啊、白色嗰啲咧，即係其實裡面係 active 嘅，係喐緊嘅。咁原來咧，當一個人有抑鬱症嘅時候咧，個腦袋就會好似熄咗機，好似唔夠電咁樣。啊，我們看到呢，這個圖片呢，就是有抑鬱症跟沒有抑鬱症的腦袋的狀態啊，給他拍個照，你看到有顏色的位置，就是代表它是 active 的，它是有活動的，有能量的啊。你看到有抑鬱症的腦袋呢，是暗的，就好像關了燈一樣的啊，它不夠能量的。所以如果我們說一個人，如果你看一個人他如果他的腿有問題啊，他用拐杖的，那你看到他在拿拐杖的時候，你會不會罵他說為什麼他沒辦法跑步？我們不會，對不對？不過我們通常呢就會說，哎，那有抑鬱症的人，哎，為什麼你沒辦法開心？啊，我哋好多時咧，如果我哋睇到咧一啲朋友，如果佢隻腳，譬如佢隻腳跛咗啦，用拐杖啦，我哋唔會去鬧佢，就話點解你跑唔到啊？因為我哋睇得到。咁但係好多時咧，抑鬱症咧就係我哋好多時會問對方啊，點解你唔開心啲啊？咁樣啊，因為呢樣嘢我哋睇唔到。咁而佢事實上佢又喺度存在喺度影響緊我哋。啊，咁我哋去睇下咧，抑鬱症有邊啲常見嘅症狀啦。我們接着先來看一下抑鬱症有哪一些常見的症狀啊。大家可以挑一下，看一下，你猜一下哪一些是抑鬱症的症狀啊？大家可以睇下，估下邊啲係抑鬱症嘅症狀。係啦，試下可以喺個 chat 度打。
係啦，頭痛係咪咧？頭疼是不是抑鬱症的症狀？身體虛弱、失眠、多夢，睡完之後好像沒睡過一樣，感覺身體很疼痛，情緒低落，提不起勁，或者胸口覺得很悶不舒服，覺得將來沒希望，覺得自己沒有用，心情煩躁，容易發脾氣，覺得不想做人，或者精神緊張，沒法放鬆，對事物失去興趣，或者不斷地想不愉快的事情，腸胃不舒服，難以集中精神，失去活力。看一下你覺得哪一些是抑鬱症的症狀？大家睇一下邊啲咧，你覺得係抑鬱症嘅症狀，邊啲唔係咧？咁樣OK，我看到 Grace 有說 depression symptom include hopelessness, low energy, negative thought。對，還有沒有其他？你覺得你看一下有沒有一些症狀我們自己有的？有沒有人有時候會頭疼，會感覺身體虛弱，或者有時候可能覺得難以集中精神？對，可能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我好像有一點點有時候我有點緊張對不對？我哋可能咧覺得有時咧，咦，我好似有一啲中咗喎，有時我都有頭痛喎，有周身骨痛喎，可能有啲緊張喎，或者好難集中精神喎。咁我哋睇下啦，咁究竟其實抑鬱症嘅臨床嘅定義係乜嘢咧？那我們看一下究竟抑鬱症的臨床的症狀是什麼？如果我們根據 DSM-5 的定義，我們怎麼去看有沒有抑鬱症呢？就是你需要在同一個，就是兩個禮拜裡面，連續2個禮拜裡面14天裡面大部分的時間都出現以下最少5個症狀所以不是1-2個，所以如果你剛才看到你自己有1-2個，你不用嚇自己是連續14天裡面大部分的時間都最少有5個包括就是有情緒低落，或者失去興趣，失去快樂的感覺然後你的睡眠吃東西、能量、思考、專注力都出現困難還有覺得自己沒價值，覺得絕望或者想死亡如果咧你頭先見到頭先嗰啲症狀你都中咗1-2個喎，咁你唔使驚，唔使嚇自己住，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去做一個抑鬱症嘅評估咧，我哋係講緊喺連續14日裡面啦，係大部分嘅時間最少出現以下5個症狀，包括情緒低落啦，對一啲事情冇興趣啦，冇咗開心嘅感覺啦，瞓覺、食嘢、能量、做嘢動作、專注力都出現困難啦。咁或者覺得自己冇價值對未來絕望或者開始有想死嘅念頭咧，咁呢啲咧而又唔係受到一啲藥物、酒精或者身體疾病引起嘅，咁對你個功能，譬如個學習工作照顧屋企人人際都造成一個明顯嘅功能受損咧，咁先叫做一個我哋叫做即係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啦，即係抑鬱症啦咁樣。如果就是以下的這5個最少有5個症狀，然後它明顯在影響你的工作、學習、照顧家人或者人際關係等主要的功能的時候呢，這些症狀又不是由藥物、酒精或者身體疾病引起的那這種情況下呢，我們才會定義它就叫做抑鬱症所以呢，我們可以理解臨床上抑鬱症呢，不單單只是情緒，而是在理解成為整個人的運作系統被拖慢了，或者被關掉了
啊。如果我哋去理解咧，臨床上嘅抑鬱症咧，唔係淨係情緒唔好咁簡單，係啦，而係成個人嘅運作系統啦，係被拖慢咗啦，或者熄咗機啊。咁好多人以為咧，即係好多人以為抑鬱其實就係心情唔好咯咁樣嘅，其實唔係嘅，係啦，即係抑鬱症係一個成個身體嘅一個經驗嚟嘅。咁佢會影響我哋嘅情緒啦、身體啦、睡眠啦、能量啦、思維啦、人際關係啦。咁所以有時咧，唔係你懶，唔係你差，而係我哋嘅身體同心理都喺度受緊影響。啊，很多人以為抑鬱症就是心情不好，但其實不是的。抑鬱症是一個全個身體的一個經驗，它會影響我們的情緒、身體、睡眠、能量、思維，還有人際關係。所以有時候呢，不是你懶或者你差勁啊，而是身形都，我們的身體跟心理都在承受影響。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啊，呃，這個這個這個整個系統被拖慢或者關掉呢，包括啊情緒方面會低落、麻木啊、空洞，很容易哭，很容易憤怒啊。在思想方面呢，也會開始出現負面的想法、自責、自我批評，覺得無希望啊，或者有腦霧啊的反應啊。身體會覺得很疲勞、很失眠、疼痛、胃口變化啊。動力上呢，也會感覺，哎，我明明知道要做的，不過我做不到，做不下來啊，所以那個執行功能，那個能力下降了。關係上可能也會很想逃避啊，沒有力去回應，覺得自己是負累。所以咧，如果我哋去睇咧，呢個成個系統點樣被拖慢或者熄咗機咧，就係唔單止係情緒上啦，會出現低落啦、麻木啦、空洞，好容易喊、好容易嬲呢啲情況啦。咁另外咧，思想都會開始負面啦、自責啦、覺得冇希望啦，甚至乎有腦霧嘅感覺啦。身體咧會有疲倦啦、失眠、疼痛，胃口亦都會改變啦。咁動力上咧，有好多嘢會覺得好似明知要做，但係做唔到啦，所以執行功能嗰個能力下降啦。關係上咧，都想避咗啲人啦，唔想同人接觸啦，冇力去回應啦，覺得自己係負累啦。咁臨床上咧，有唔同嘅程度咧去睇抑鬱症嘅，即係有輕度啦，輕度嗰啲咧可能就係佢都仲可以維持佢嘅功能嘅，但係開始吃力嘅。咁中度咧就係佢嘅工作或者家庭功能明顯受損啦，受影響啦。咁如果係重度嘅話咧，咁佢可能就係比較好難去自己照顧到自己啦。有啲咧，我就識有啲朋友經常瞓喺張床度啦，或者有啲咧會可能有自殺嘅傾向啦，咁樣。臨床上呢，我們看抑鬱症有不同的程度啊，輕度呢，它可能還是能維持它的功能的，不過可能開始覺得吃力了。然後中度呢，就是他的工作、家庭功能明顯會受到影響。重度呢，有一些朋友，我自己見就是他可能連自我自理啊。刷牙、洗臉、洗澡都沒動力的啊，長期臥床，甚至乎他會有想死的念頭。嗯，OK，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去看的時候呢，我們去看不是這個人他不想啊動或者不想理人，而是他真的就是裡面他整個系統啊，他好像沒能量了，好像被關機了。啊，所以我哋咁去睇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呢個人唔想去做或者點樣，而係佢成個功能，佢成個身體好似部機，好似部電腦咁樣被逼熄咗機或者唔夠電，係啦，佢真係冇能量啦。咁抑鬱症咧有唔同嘅型，即係咯，唔同 type 嘅抑鬱症啦，係啦，除咗頭先講嘅即係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之外咧，其實咧仲有一啲係即係譬如長期低落嘅抑鬱症啦，佢唔係好嚴重，但係咧佢就好長時間，通常多過2年，佢就覺得長期好似好灰色咁樣嘅人生。咁有一啲咧係生完 BB 之後出現嘅抑鬱症啦，有啲係因為譬如冬天咧日照少咗啦出現嘅抑鬱症啦，或者有一啲咧係我哋叫做話 bipolar 裡面出現嘅抑鬱。
其中一個時期啦，係啦。咁佢哋唔同嘅方式咧，咁其實成個治療方法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其實呢，抑鬱症呢是有不同的種類的啊。除了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就是主要我們很常見的抑鬱症之外呢，還有一些我們叫做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就是他長期情緒很低落，就好像過一個灰色的人生一樣。或者有一些人他可能生育之後出現的抑鬱症，或者冬天日照少了出現的抑鬱症，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 bipolar，就是然後中間出現的抑鬱期啊。那因為這些不同的症狀，所以他的治療方式都會有點不一樣啊。如果呢，我們簡單的去總結啊，每個人的抑鬱可能都不一樣，有些人很低落，經常哭，有一些人可能沒感覺，有一些人很容易發脾氣，有些人呢只是很累。所以呢，抑鬱症不一定是能看出來的啊，也不一定是同一個樣子。如果我總括咧，好簡單咁去睇咧，就係每個人嘅抑鬱症咧，可能都唔一樣嘅。有啲人咧就好低落啦，經常喊；有啲人就冇乜感覺；有啲人咧就好容易發脾氣；有啲人咧淨係攰啫。咁所以咧，抑鬱症唔一定睇到出嚟嘅，亦都唔一定係同一個樣。咁特別係我哋話一啲華人啦、男士啦，係啦，或者佢經常有壓力嘅嗰啲咧，佢可能佢出嚟嗰個抑鬱症咧，可能你見到佢係經常發脾氣，好暴躁如果我們說，譬如我們華人或者男性或者長期有壓力的朋友，他可能他那個抑鬱症表達出來呢，不是情緒低落，反而就是可能他很容易煩躁，會發脾氣也有一些呢，抑鬱症呢是高功能型的有一個高功能型的抑鬱症，我們叫做微笑憂鬱症那個呢是這一類在華人文化裏面也特別常見他就是表面上他工作正常，照顧家庭，甚至乎可以照顧別人，不過其實他的內心很累很多人心裏面都有一句，哎，我不能倒下來那通常呢，這一種人呢，就是他本身可能是媽媽、照顧者或者幫助人的人，或者專業人士，所以有時候有一個人他在笑那不代表他不辛苦。有一些人呢，是一邊笑着一邊在就是勉強支撐着有一樣咧，我哋叫做高功能嘅抑鬱啦，咁有啲人咧叫佢做微笑抑鬱症咁呢一類咧，華人文化裏面特別常見㗎，因為你會睇到佢表面上好似工作正常啦，照顧屋企啦，照顧其他人啦，咁但係佢內心其實可能好攰啦，有好多人心裏面有一句就話我唔可以冧㗎咁樣。咁特別係如果佢係媽媽啦、照顧者啦，或者佢就係幫人嘅人啦、專業人士啦，咁佢都會容易咧，就係可能即使佢抑鬱嘅時候咧，佢都會可以即係一邊笑一邊撐住啦咁樣，係。咁所以我哋有時咧，你見到一個人笑咧，唔代表佢唔辛苦，只不過係佢撐緊啫咁樣。誒有好多朋友啦，如果經歷過即係抑鬱嘅朋友啦，佢經常咧都會講一句説話嘅，就話我知道我應該振作，但係我做唔到。咁而最痛苦嘅咧，就係好多人咧會開始去怪自己咁但係我想大家記住咧，就做唔到唔代表你唔想做。有好多時候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嘅能量用晒，就好似個手機剩低2%電咁樣咧，唔係佢唔想喐而係冇電可以喐很多抑鬱中的人呢，都會說一句話我知道我應該振作，但是我做不到。最痛苦呢，就是很多人會開始他會責怪他自己。但我很想大家記着做不到不等於不想做。很多時候呢做不到是因為我們的能量都耗盡了，就好像手電只剩下2%電池的時候，不是它不想運作，而是真的沒電了。嗯。
接着下来呢，我们去看，哎，为什么會沒電呢？那這個情況發生什麼事情呢？那我們嘗試從神經系統的角度去看抑鬱症啊。我哋頭先講話冇電啦，咁其實點解會冇電嘅咧？咁我哋會嘗試由神經系統嘅角度啦，去睇抑鬱症啦。當我哋面對咧一般生活嘅壓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身體咧，當接收到有嘢危險啦，或者唔安全啦，咁咧個身體就裡面咧就會產生壓力荷爾蒙啦，咁就令到個身體咧就會去產生一個我哋叫做話壓力反應啦。咁壓力反應咧就會啟動個交感神經啦。咁過咗壓力之後咧，咁理論上咧佢就會恢復翻個副交感神經。咁就等個人咧可以放鬆翻落嚟嘅。一般情況下，當我們人面對壓力的時候呢，如果在我們生活裡面有事情讓我們感覺有壓力，或者覺得危險，或者緊急啊，我們的身體都會釋放壓力荷爾蒙，然後啟動那個交感神經，讓我們能啟動那個壓力反應。那一般情況下，如果那個壓力事件過去了，那我們的身體呢就會從那個交感神經回復到啟動那個副交感神經，讓我們可以整個身體可以放鬆。所以一般呢一般我們正常人我們也是會有情緒的上上落落的。不過這個情緒上上落落呢，是在某一個我們能接納的範圍裡面所以我哋一般人咧，其實我哋都會有情緒上上落落嘅。咁呢個情緒嘅上上落落咧，就係 within 我哋可以即係接受嘅範圍裡面。咁呢個範圍咧，我哋叫做 window of tolerance 容納之窗這個我們承受的這個情緒起落的這個範圍呢，我們叫做 window of tolerance 容納之窗那大家看一下如果我的情緒再往上去的時候，到這個上面的時候，如果突然再發生一些壓力事件我還沒能緩下來，那又發現第二、第三、第四個壓力事件呢，那我的身體呢就會不斷的產生壓力荷爾蒙。那這個不斷的產生壓力荷爾蒙呢，就會突出了，它就跳出了這個我們能容納的範圍就變成過度刺激了我們的交感神經大家睇下咧，如果我哋嘅情緒係咁上上落落嘅時候咧，如果我個情緒啱啱就上到呢個高位，而我仲未回翻氣，仲未落翻嚟嘅時候咧，又發生一啲壓力事件啦，咁我哋嘅身體就會繼續去產生壓力荷爾蒙啦，咁就會令到咧我哋嘅交感神經過度刺激咗啦，咁我哋嘅情緒反應咧就會突破咗呢個我哋可以容納嘅窗口啦，咁就跳咗出去。咁跳咗出去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長期不停係過度激發，係啦，如果我哋過度咁樣去激發嘅時候咧，咁就會好用 energy，係，咁咧就好似我部電話，我連續2-3個鐘不停攞嚟打機，咁咧你個電池會點樣？你個電池會點樣？會冇電啦，係咪？係啦，咁我哋嘅人體都一樣嘅。如果我哋不停喺我哋嘅生活裏面都係不停地被刺激啦，又不停地去咁樣超額地去使用嘅能量嘅話咧，咁我哋嘅能量就會跌落嚟㗎。咁變咗咧，裏面咧，同埋咧，因為嗰個壓力荷爾蒙咧，不停咁樣產生出嚟。咁當個壓力荷爾蒙嗰個濃度咧過咗我哋身體可以承受嘅量嘅時候咧，咁個神經系統就開始失平衡啦。我們現在去理解呢，就是如果我們生活裡面不斷發生那個壓力事件那我們的交感神經就會不斷的被刺激，然後身體就會不斷的釋放一個壓力荷爾蒙去刺激我們的交感神經，然後用我們的身體用很多的能量要去應對那個有壓力的事件如果我們身體長期在這個過程裡面不斷的消耗能量，然後沒有緩過來的時間呢那就會好像我們用電話不斷的在打遊戲一樣，那個電池很快就會沒電了我們的人體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不斷的面對壓力事件而沒有緩過來的時間，那它呢就會一下子可能就把我們的能量用完了然後就會往下掉這個往下掉呢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那个压力荷尔蒙那个浓度太强了，那个太强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脑神经就好像中毒一样啊，它就会失去一个它正常的功能所以我们去看如果我们上一次说焦虑嘛，如果焦虑呢就是太高的刺激过度激发了通常呢，如果我们长期过度激发，那我们的电池呢里面的电就会用完了，然后就很容易掉下来，进入那个过低的激发，就进入那个我們說那個抑鬱嘅狀態。如果我哋去用即係用立之窗去睇咧，就係、如果我哋長期喺一個高壓力嘅環境啦，不斷地個副嘅交感神經咧不斷地被刺激啦，不斷地被過度激發啦，咁我哋就好容易有焦慮啦。咁而焦慮就會消耗我哋好多嘅能量。咁當呢個能量消耗到就嚟冇嘅時候咧，咁佢個能量就向下跌，咁就會跌過咗咧。就落咗去我哋一個叫做過低激發嘅區，咁就會係即係令開始出現抑鬱嘅症狀啦。咁如果我哋真係用睇個腦袋去睇如果我們真的去看腦袋我們看藍色這個部分，藍色呢是我們的就是中央的腦袋，就是負責那個 thinking brain，就是思考功能的。我們看這裡，你看這個圖，這個島 V 字的這個圖下面呢就是壓力荷爾蒙的濃度然後上面這條線呢就是那個腦袋功能，它的腦袋的功能你會發現呢，當壓力荷爾蒙增加，腦袋功能其實會增加的，它會加快的這個狀態呢，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那個壓力反應因為我們面對壓力的時候，我們是想我們的腦袋能轉快一點，對不對？你想你的腦袋功能能高一點，所以身體呢就釋放這個壓力荷爾蒙出來，然後刺激我們的腦袋能專注一點，能轉得快一點，所以讓我們能應對眼前的這個挑戰我哋睇藍色嗰個部分。藍色嘅部分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嘅 thinking brain，我哋嘅思考嘅腦袋咁你睇呢個倒 V 字呢個形狀咧，就係下面嗰條線咧，由低去到高咧，係講壓力荷爾蒙嗰個濃度。高嗰條線 performance 嗰條線就係講緊我哋嘅腦嗰個 thinking brain 嗰個功能。咁如果咧喺我哋一般咧即係遇到事情，即係個身體咧就會釋放壓力荷爾蒙啦。咁呢個釋放呢個壓力荷爾蒙咧，其實係想增加我哋嘅腦袋可以喐得快啲，可以諗得快啲，以至到咧我哋可以應對我哋眼前嗰個壓力事件。咁但係咧，所有嘢咧都係有一個限度嘅。如果我哋個腦裡面嗰個壓力荷爾蒙嘅濃度過咗某一條線，你睇下佢過咗呢個線，過咗呢個最頂位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個腦咧就反而好似中毒咁樣，就開始好似電腦中毒咁樣，就開始個功能就會向下跌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去面對抑鬱嘅時候咧，佢好無助嘅，因為嗰種滾雪球咁向下跌咧，好似控制唔到咁樣嘅。我們留意到呢，我們腦袋能承受的那個壓力荷爾蒙的那個濃度是有限的。如果當這個壓力荷爾蒙的濃度過了它能承受的那個濃度的時候呢，它就好像中毒一樣那個腦袋功能就往下掉當往下掉的時候呢，這些經歷過抑鬱症的朋友，他就會感受到那個很可怕的感覺，就好像滾雪球一樣，因為當往下掉，你好像沒辦法停止它一樣的那除了所以這個時候呢，他有抑鬱症的朋友就會發現當我們往下掉的時候，壓力太大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沒辦法思考，你沒辦法專注，然後記憶力也很差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很差，因為這個思想的大腦的功能被受影響了。有抑鬱症嘅朋友咧，可能就會經歷咧，如果開始滾雪球落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啦，發現自己嘅思想能力，即係思考能力會變慢啦，變差啦，專注唔到啦，冇記性啦，分析能力或者過往嗰種解決問題嘅能力咧，都好似冇咗咁樣㗎。
咁咧，因為呢個咁嘅反應咧，係會令到人好驚，因為你覺得好似好無助，控制唔到。咁所以有時咧，因為我哋對於呢樣嘢唔理解咧，更加驚。咁所以嗰種無法受控嘅感覺咧，會令到就會更加焦慮同埋更加抑鬱。因為這個腦袋功能的下降啊，當我們不明白是腦袋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會自己嚇自己，就會我們很害怕，覺得更加就是好像沒辦法控制，沒辦法去停止它啊。那當我們很害怕的時候呢，我們就變得更焦慮，也會更抑鬱啊，覺得沒辦法受控啊。這是thinking brain 的功能。然後下面黃色啊。黃色的區域呢，就是原來當我們進入這個抑鬱狀態的時候呢，我們腦袋裡面有一個區域，就是自我對話的。那個自我對話的區域呢，它就會自動的產生一些負面的對自己的自我對話出來。所以那些自責啊，覺得自己沒用啊，覺得自己啊就是想死啊，這些念頭就是這個區域去產生出來的啊。當腦袋進入呢個抑鬱嘅狀態嘅時候咧，你見到黃色嘅區域咧，就係一啲我哋話自己同自己對話嘅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會自己去產生一啲自我負面嘅自我對話出嚟嘅，咁就會開始鬧自己做得唔好啦，覺得自己冇用啦，覺得不如死咗佢啦。咁呢啲負面嘅諗法咧，就會開始出嚟噶啦。咁另外咧，紅色嘅區域咧，其實就同我哋嘅 sensory 有關嘅，我哋嘅sensory 應該係點講啊？嗰個敏感度係啦。咁我哋會發現咧，原來當進入抑鬱嘅時候咧，一個人咧對於開心嘅感覺咧，嗰個敏感度就會跌咗嘅，佢 feel 唔到開心嘅。同埋咧，對於啲負面嘅嘢嘅敏感度咧，就會提升咗嘅。佢會更加咧將嗰種唔開心或者負面咧就變得更加大嘅。咁就係因為嗰個 sensory 嗰個區域咧，都係 under 咗呢個過度荷爾蒙影響咗佢，佢成個功能係變咗。啊，我們發現紅色的區域就是我們說那個感官的那個感知感官的那個區域啊。當抑鬱的時候呢，那個感官的區域對於正面的事情，對正面的感覺，它會變得遲鈍了，它變得沒反應了。然後它對於負面的一些事件、負面的情緒呢，它反而變得更敏感了。然後呢，它就會把那個負面變得更大啊。所以呢，我們現在去看呢，其實當一個人進入一個抑鬱症的狀態的時候呢，不單單是心情，它是腦袋，他的大腦那個系統整個都亂了，失調了啊。所以如果我哋去睇抑鬱症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心情，而係一個人佢成個大腦好似個電腦咁樣，佢裏面成個系統失調咗。咁點解會失調咧？唔係代表呢個系統壞咗，而係呢個系統太攰、太辛苦啦，佢唔夠力啦，係啦。咁佢需要時間，要去先可以慢慢恢復翻過嚟啊。我們當說這個大腦失調的時候呢，不是說你的大腦壞掉了，而是說你裡面那個系統太累了，不夠能量了啊。那它需要時間才可以慢慢恢復過來。如果我們用腦神經的角度去理解啊，如果焦慮就好像踩油門啊，或者如果焦慮就是在不斷的加速的時候，因為焦慮就是我們要腦袋想得很快嘛，對不對？要想得很快，在想怎麼應對要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啊。那抑鬱呢，就好像電池用光了一樣。電池耗盡了，所以呢，我們整個神經系統呢就進入了一個我們說 burn out 的一個模式就是它把那能量都用光了如果我哋用腦神經嘅科學嘅角度去睇咧，如果焦慮就好似踩油門啦，不停加速啦，因為我哋會個心跳又跳得好快啦，諗嘢諗得好快啦，然後想去阻止一啲唔好嘅嘢發生啦。抑鬱咧就調翻轉啦，就好似用完個電池咁樣冇油啦。係啦，咁喺長期壓力底下咧，我哋嘅神經系統咧就會進入一個我哋叫做話即係耗盡啦，或者我哋叫 burn out 啦一個狀態。
咁啊，所以咧，我好想大家去今日至少攞到一個核心，攞到一個信息走，就係咧，抑鬱咧好多時咧唔係我哋唔努力啊，而係太努力咗太耐啦。係啦，有時咧，一個人咧睇起上嚟佢好冇動力，其實係可能係因為佢之前咧已經撐咗好耐，係啦，咁可能係照顧屋企啦、照顧細路啦、工作壓力啦、健康問題啦、關係問題啦，係，咁好多嘢一直壓得佢身度，咁所以如果即係你身邊有朋友啦，係啦，經歷緊呢個低潮嘅話咧，我想即係啦，你起碼俾佢知道，唔好咁快急住批評自己先。而係去問下自己啊，自己係咪已經辛苦咗好耐啊？今天的講座呢，我想大家就是記住一個核心，就是啊，抑鬱症呢，很多時候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得太久了。有時候一個人看起來好像他很沒有動力，也可能是他之前啊已經很努力撐了很久，可能是照顧家庭、照顧孩子、工作壓力、健康問題、關係問題，很多事情一直壓在身上。所以今天如果啊，你身邊有朋友正在經歷低潮啊，我想你就是讓他知道，先不要批評自己，而嘗試去問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已經辛苦很久了？啊，我們看到這個圖呢，就是說，當一個腦袋是抑鬱症的時候呢，你會發現它接收腦神經啊，裡面那個功能都是被阻止的，所以它真的關機了，它那個腦神經那個信號沒辦法進去啊。如果你睇呢幅圖啦，即係呢邊咧就係一個即係有抑鬱症嘅腦袋啦，佢嗰個腦袋神經元咧，原來佢接收咧裡面啲信息嘅時候咧，正常咧啲信息係可以傳到過去，但係原來當佢抑鬱嘅時候咧，真係好似熄咗機咁樣，咁佢嗰個突觸咧係變咗中間嗰啲化學物質咧係傳唔到嘅，係 block 咗嘅。OK。咁好多時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焦慮、抑鬱一齊出現，或者輪流互相一齊喺度影響嘅咁樣。很多人呢，其實焦慮跟抑鬱是一起出現的，他們常常互相影響，啊啊。很多時候就是啊，我們首先有焦慮啊，一直擔心，一直撐，一直睡得不好，然後過度用了能量之後呢，就變成哎呀沒能量了，就身心耗盡了啊。好多時咧，我哋一個好常見嘅路徑咧，就係嗰個人有抑鬱，我有焦慮啦，經常擔心啦，一直撐住啦，瞓唔好啦，不停喺度諗嘢啦，然後咧就慢慢咧就將佢身心嘅能量咧都用盡咗。咁然後就跌入咗去抑鬱。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留意咧，就係長期壓力咧係好容易，即係如果你見嗰個人而家啊都開始焦慮啫，咁但係你要留意下啊，佢呢個焦慮有冇緩翻過嚟，可以有冇得唞氣？係啦，如果佢冇得唞氣，佢不停係咁焦慮咧，咁係好容易咧之後會經歷呢一個啊冇晒能量，會跌入抑鬱嘅。啊啊，如果這個呢，主要就是想說啊，我們要留意我們說長期的壓力啊，長期慢性的壓力，因為如果一個人只是短時間的焦慮，那沒問題，因為你緩過來就 OK 了啊。如果他是長時間不斷的焦慮，不斷的焦慮，他完全沒有緩過來的時間，那他就很容易掉進這個身心耗盡這個狀態，然後就很容易掉進那個抑鬱的這狀態裡面去。嗯，然後我們看一下啊，我們的華人文化有沒有人認識這黃仁勳是誰？有冇人識佢啊？佢係邊個嚟㗎？我見到有啲人點頭，係咪啊？係誒，係啦，拜拜。黃仁 AI 嘅教父，係啊，AI 教父啊，而家最 hit 係啦，而家最 hit 有嘅飯你有啲魚喺個雪櫃啊，你自己食咗佢。係啦，而家最 hit 嘅晶片公司龍頭企業嘅 CEO 係啊，這個係啱啱點熟你撳唔撳得啦？呢我哋啲可能要魚啊，stop 下佢嘅聲音先，係啦，睇睇佢。阿 Lee 可能幫我刪一刪個聲，係啦，唔該晒。咁我們這個是台灣的輝達
那个 AI 人工智能晶片的龙头企业啊，它的 CEO 啊，这进来呢，他这个影片就是很多人在传啊，因为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啊，我们看一下，很短的， I'm 63 years old. 会不会太大声？OK 唔會 OK。 OK 啊， I'm 63 years old. You know, I think I work longer than my dad worked. Their way of showing love is to criticize you. That's their way of saying, I love you. I want you to be better. You know, it looks like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but you know, that's not good enough. And because I was raised that way, I have no trouble taking criticism. Once you've been raised by an Asian parents, you need therapy for life. My parents were hard on me this afternoon. 聽到乜嘢啊？佢喺度講緊咧，佢63歲，佢已經做咗 CEO 啦。但係嗰日朝早，個父母都仲話佢係啦啊。這個影片呢，就說呢，就是他已經63歲做 CEO 了啊。不過那天早上他的父母還是會說他批評他做得不夠好啊，叫他怎麼要做好一點啊。在我們的華人文化裡面呢，確實我們學到了啊，對表達愛的方式很多時候是教育，是批評啊。我們也學了，我們要忍耐，要堅強，不要麻煩別人。同時之間，當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長大的時候呢，我們就自己也內化了這個機制，我們也是這樣對待自己的。所以當我們情緒出來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就壓住它，不讓它出來啊。或者當我們有抑鬱的時候，我們就批評自己啊，你不夠努力，你這樣太差勁了啊。我哋咧喺一個華人嘅文化裏面長大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好容易咧內化咗，即係我哋知道我哋身邊嘅人去教育我哋啦，去話我哋好多時係呢個係一種愛嘅表達。我哋亦都學咗咧自己覺得要忍耐啦，要堅強啦，唔好麻煩人啦，係啦，我亦都會內化咗自己，會批評自己啦。咁結果咧，當我哋有情緒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用咗呢種方式嚟對待自己。係啦，當我哋有情緒出嚟嘅時候，我哋想壓住佢。係，當我哋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哋鬧自己做咩唔開心啊？咁甚至乎咧，我哋身邊嘅人咧都係咁樣對我哋嘅。甚至乎我們身邊的人也是這樣會對待我們，他們可能會說一些很常見，不過呢不太有幫助的話啊，譬如他會說，你振作一點，你想開一點，你做人正面一點啊。通常呢，這樣說的人其實是關心，不過很多時候聽的那個人，他會感覺更加的羞愧，他會在心裡面問自己，是不是我不夠努力，是不是我太差勁了？然後他更加不敢說自己的情緒出來，他感覺更加孤單好多時咧，好多人我哋都聽過，即係有人會同我哋講振作啲啦，諗開啲啦，做人正面啲啦。通常咧講呢啲説話嘅人咧，其實佢係關心我哋嘅，但係好多時候咧，聽嗰個人係覺得好羞愧啦，覺得心裡面會去問自己係咪我唔夠努力啦，係咪我好差啦，所以變咗更加唔夠膽去講自己嘅情緒出嚟，變得更加孤單所以如果身邊有人低落嘅時候咧，有時咧最重要嘅唔係要俾建議佢，你唔係要幫佢解決問題，而係嘗試淨係去理解佢。所以呢，如果你身邊有人正在情緒低落，有時候最重要的不是給建議而是嘗試去理解他，陪伴他很多人他其實對很多人呢，我們在這個華人文化裡面呢，當我們情緒低落的時候呢，那我們感覺被否定了，然後我們就覺得很羞愧，然後很自責，然後就變得更退縮、更孤單然後那個抑鬱症狀就會更深咁好多時咧，呢個抑鬱嘅惡性循環咧，就喺我哋嘅生活裡面出現，即係當我哋情緒低落啦，然後可能身邊嘅人否定我哋啦，或者我哋自己否定自己啦，
咁我哋又會覺得好羞愧啦，好自責啦，然後又更加退縮啦，更加孤單啦，咁然後個抑鬱症狀咧反而係會更差嘅嚇。咁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睇抑鬱咧？咁樣啊，那我們應該怎麼去看抑鬱呢？啊，我們說如果抑鬱會說話啊，他可能想透過他的症狀想跟我們說什麼？很多時候他不是真的想批評我們啊，雖然他裡面很自動的會產生那些自我批評的話出來啊，不過很多時候他不是真的想表達，他想批評我們，而是他是想說我太累了啊，我撐得太久了，我需要支持，我需要停下來啊。所以很多時候呢，抑鬱不代表放棄，而是身體在求救，他在跟我們說真的撐不住了。好多時咧，如果我哋話抑鬱咧識講嘢嘅話咧，佢會講咩咧？雖然我哋個腦袋咧會自動會去產生頭先講嗰啲負面嘅説話，會鬧自己，會覺得冇意義，會覺得冇用呢啲負面嘅説話出嚟嚇。但係咧好多時其實身體去出現呢啲抑鬱嘅症狀咧，佢唔係真係想鬧我哋，而係好想去俾我哋知道。我太攰啦，撐得太耐啦，需要支持，需要停低落嚟。所以好多時抑鬱嘅症狀出嚟，唔係想放棄，而係身體喺度求救，身體俾我哋知道佢真係撐唔住。咁如果我哋咧可以開始理解到呢一點咧，好多時咧我哋就會覺得少咗啲羞愧，多咗啲理解。如果我們真的能懂到這一點呢，那我們那個自我批評或者那個羞愧的感覺就可以少一點，然後理解可以多一點啊。就好像你電話跳出來跟你說，誒，沒電了，那你不會不斷的去按它，對不對？你會怎麼做？你就直接拿給他就去充電，對不對？因為你不斷按它也沒用啊，因為它真的沒電了。好似手機冇電咁樣，如果手機顯示剩低2% 冇電就嚟熄機，咁我哋係咁撳佢都冇用㗎。係啦，最直接嘅方式咧就係攞佢去充電，咁你充好咧就可以開返機㗎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現實嘅問題咧就係頭先講話抑鬱症係影響我哋成個腦袋功能、成個人嘅功能。咁我哋一進入咗呢個狀態咧，其實已經係代表我哋嘅腦袋係受損嘅，即係中咗毒。咁要行翻出嚟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啊！我們剛才說，就是因為抑鬱症，就是它影響我們整個腦袋、整個身體的功能啊，就好像中毒了。中毒其實是受傷了啊，所以我們要重新走出來呢，不是那麼容易的。所以首先呢，我們就要用一個不同的眼光去看抑鬱症啊。我們去看呢當那個大腦受損的時候，它受傷了啊。我們有一個好消息啊，就是其實我們的大腦是可以改變的。有一個我們叫做腦神經的可塑性，就是說啊，即使你經歷長期的壓力、抑鬱或者焦慮，其實你的大腦仍然有能力重新連接和調整。大腦不是固定不變的啊。呢個咧係我自己做咗10幾年輔導，我自己。因為我大部分嘅客人咧都係可能10幾年或者20年或者30年，即係抑鬱、焦慮或者有創傷。我都想俾大家知道咧，其實我哋個腦袋個腦神經係可以重組，係啊，即使係經歷咁長時間嘅抑鬱啦，係其實個腦袋都係仍然有能力咧可以重新去連結去調整啦，因為我哋嘅大腦唔係固定不變㗎。譬如我最老嗰個客人係80歲。佢都仲好努力去學緊，即係譬如我哋教 focusing 啦，咁佢會學 focusing 啦，我哋係睇住佢進步嘅。譬如呢，我自己最老的客人是80歲我們看着他80歲，他仍然在努力在學習學習怎麼調整他自己，然後每一次我都看着他進步所以呢，其實我們的腦袋是可以訓練的，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好像抑鬱了那只是代表你在這個長期壓力裡面，你會比較容易負面想法會能量下降，會比較難感受到快樂，比較難集中這個是因為你的腦神經太累了。那你要做的就是讓它充電，然後重新把它訓練起來，因為它受傷了，那它重新就好像要做康復治療一樣。
重新把它治療起來。如果你發現即係自己有抑鬱嘅症狀啦，咁其實即係喺你發現自己嘅大腦可能會比較容易諗負面嘅嘢啦，能量下降啦，好難感受到快樂啦，比較難去集中啦。咁呢個其實係因為你個腦神經太攰啦，唔夠能量。係，但係其實當佢太攰嘅時候，佢受咗傷，就好似要重新去做翻康復治療咁樣。我哋係要俾佢有足夠嘅休息啦、充電啦，然後一步一步將佢慢慢訓練翻出嚟。咁我自己咧，我自己去做10幾年，我自己去睇啦。其中咧一個為我嚟講好重要嘅角度去理解抑鬱或者理解生命裏面嘅挑戰嚇。咁我自己去睇咧，就係好多時經歷抑鬱嘅人咧，會去諗我係咪好失敗，係咪冇用？係啦，但係我自己去睇咧，其實抑鬱可以係英雄之旅，即係我哋講每個人咧，我生命裏面，我哋係我哋自己生命裏面嗰個 hero 嗰個英雄。我哋點樣行我人生呢條路咧？嚇，咁好多時咧，抑鬱症咧係嗰個開始啟動嗰個嗌我哋要開始去 explore 自己，真係成為自己嗰個啟動嘅能量嚟嘅嚇。咁呢個過程咧係唔容易嘅，可能好黑暗，但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過程嚟嘅嚇。我自己的角度呢，我自己去看10多年啊，自己走過來。我自己去，無論是看抑鬱還是看生命裡面的挑戰啊，很多時候，很多經歷抑鬱人會覺得，我是不是很失敗？我是不是沒用啊？不過呢，我自己去看，每個人都是我們生命裡面的那個英雄啊。那你怎麼去走你這個英雄的旅程？很多時候，抑鬱症只是一個啟動啊，抑鬱症是讓你沒法不可以再逃避，你要去面對你生命裡面一個重要的學習。所以其實是我自己去看抑鬱症，就是身體強迫你要去面對你要學習的功課。好多時我自己去睇抑鬱症，就係個身體真係要逼你哋要學你人生裡面嘅功課，係因為係有啲嘢以致到會產生到而家呢個狀態，唔係無端端嘅，而我哋要去面對佢。咁如果我哋去睇即係如果有興趣咧，去睇咩叫英雄之旅嘅朋友啦，係啦，咁你可以自己去睇多啲資料啦。咁我未必會講好多，咁我會好簡單咁樣講。有興趣去看英雄之旅的朋友，你可以上網去 Google 一下，很容易你就會看到這個介紹。我今天只會說一點點很多時候呢，我們在說很多人在抑鬱開始之前，其實一直很努力，他在努力工作，照顧家庭，照顧別人，撐住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來一切很正常不過裡面呢，可能已經很累了所以呢，抑鬱症呢，就好像我們說這個現狀就是他有抑鬱症之前的狀態我哋好多時咧就發現咧，喺人喺抑鬱之前咧，其實一直都好努力工作啦，照顧屋企啦，照顧其他人啦，撐住好多嘢啦，表面上睇上嚟好正常啦，但裡面可能已經好攰。咁呢個就係我哋去睇就係英雄之旅一開頭嘅第一個狀態，就係現狀啦。咁然後當有抑鬱症開始嘅時候咧，就好似係 call to adventure，就是開始人生開始出現一啲事情啦，嗌我哋要開始去認識自己啦，係啦，嗰啲事情可以係一啲長期壓力啦、失落啦、關係受傷啦、健康問題啦，或者長期嘅責任啦，同埋耗盡啦，係啦，裡面開始出現信號，就覺得我撐唔住啦咁樣，咁但係好多人都會繼續撐嘅，咁很多時候我自己去看呢，抑鬱症呢，就好像一個 call to adventure，就是好像叫我們要開始冒險的一個信號。我們人生開始出現一些事情，譬如長期壓力、失落、關係受傷、健康問題，或者長期責任或者耗盡裡面開始出現信號，就是說，我好像撐不住了不過很多人還會繼續硬撐在這個時候呢，有時候我們就開始去找人傾訴，看醫生，接受心理諮詢，或者接觸到支持雖然不一定會馬上好起來，不過我們開始知道我不需要一個人走
啊。所以通常呢，我们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會受到一下幫助啊。通常咧，我哋開始即係遇到困難啦，我哋就會揾人傾啦、睇醫生啦、接受輔導啦、接觸支持啦。雖然唔會即刻好返，但係我哋開始會知道咧，我哋唔需要一個人去行呢條路啦。咁所以咧，由現狀去到冒險，去到接受幫助咧，咁我哋就會開始啟動我哋咧，就會去進入我哋話內在嘅過程啦。咩叫內在嘅過程咧？就係裡面嘅心理嘅過程。我哋會經歷一啲嘅試煉啦，係啦，譬如你會經歷就係瞓唔好啦、冇動力啦、自責啦、失去希望啦、會懷疑自己啦、會覺得自己係咪冇用啦，係啦，咁呢個過程咧好痛苦，亦都好孤單。咁甚至乎有啲人咧會去到人生一啲低谷啦，係啦，覺得撐唔到落去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呢個試煉過程嘅裏面咧，我哋學緊點樣面對自己嘅情緒。我哋學緊咧，會唔會過去有啲結，我哋係未解嘅，我哋可以有呢個機會去重新去解咗佢，係咁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們會可能面對一些試煉啊，你會經歷睡不好、沒動力、自責啊、失去希望啊，也會可能會懷疑自己沒有用啊。在這個過程裡面呢，就好像進入了人生一個低谷啊，覺得哎，我真的沒辦法了啊。不過這也是因為這個過程。那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重新去學習怎麼對待自己，怎麼對待情緒啊，甚至乎我們真正的去面對一個實況，就是舊的方法已經不再有效了啊，那你就問自己，我是不是需要另外一種活法？我是不是要學習新的方式去生活啊？好多時咧，呢個危機裏面咧，其實我哋就係去到你會發現咧，就係你好似面對現實咁樣，原來過去我哋一直用嘅方式、舊嘅方式已經唔啱用，係啦，咁你就會去問自己，或者你要學習去面對，就係我係咪要學另外一種方式去生活？我係咪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對待我嘅情緒？我係咪用另外一種方式去面對我生活裏面嘅挑戰？啊，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有啲人就會發現咧，原來自己一直以嚟太辛苦，我要學識放慢腳步啦，我要學識設立界線啦，我要學識去接納自己嘅限制，對自己溫柔啦，係啦。所以有啲人會話，雖然我唔想經歷抑鬱，但係咧佢令到我更加認識到自己，更加學到點樣好好對待自己啊。慢慢的，在這個試煉或者危機的過程裡面呢，有一些人他就會開始發現，原來自己一直都太辛苦了，所以他開始學習怎麼放慢腳步，設立界限，接納自己的限制，對待自己更溫柔。也有些人會說，雖然我不想經歷抑鬱，不過它讓我更認識到自己啊。那我們帶着這些學習啊，我們帶着這些學到的新的知識或者心態，那我們重新回到我們的平凡的生活裡面的時候呢，帶着這個新的理解回到我們新的生活，你會發現，雖然我們生活仍然會有起伏，不過我們多了一份理解。我們知道，我們不需要再用過去的方式去對待，同樣的這樣對待自己或者對待情緒啊。我哋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會學到一啲新嘅理解啦、新嘅態度，甚至乎一啲新嘅技巧啦，係啦，帶住呢啲方式翻我哋嘅生活，你會發現雖然我哋嘅生活都仲有起伏，係啦，但係會多咗一份理解，多咗一個新嘅角度去睇我應該點對待自己，點樣對待生活啊。咁好多時我哋話經歷完英雄之旅之後咧，我哋唔係變咗完美嘅人，而係變成一個更加真實、更加理解自己嘅人。係，所以好多時咧，抑鬱唔一定係黑暗嘅，佢可能係一個揾翻自己嘅一個旅程。啊，我們經歷這個英雄之旅之後呢，不是要變成完美的人，而是要成為一個更真實、更理解自己的人。所以有些時候抑鬱不一定只是黑暗，它也可能是一段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啊，我看一下，OK，所以呢，
我现在说，我们说危機啊，怎麼從危險裡面能有機會，對唔對啊？我哋好多時講危機啦，喺危險裡面點樣揾到機會啦，點樣揾到個寶藏啦，係啦。我咁樣講咧，當然我唔係講緊抑鬱係一件好事，因為佢真係好辛苦。我哋好多人都唔想去經歷嘅，但係咧，亦都有人行過咗之後咧，會話雖然我唔想再經歷一次，但係咧，佢俾我重新去認識到自己。咁有啲人就會學到放慢腳步啦，可能以前一直衝啦，一直撐啦，咁佢而家學識佢要停啦。亦都有人咧學識去設立界線啦，以前一直去照顧其他人嘅，而家會問下咁我咧咁樣。咁有啲人學識咗對自己溫柔啦，開始知道自己唔係機器啦，所以有啲危機裏面咧都隱藏咗啲寶藏喺度，唔係完美，但係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真實咁樣活着啦。我們說很多時候在這個危機裡面啊，我們可能會找到一些寶藏。我這樣說不是說抑鬱是一件好事啊，它真的很辛苦啊，很多人都不想經歷。不過也有一些人走過之後會說，雖然我不想再經歷一次，不過它讓我重新認識到自己。有一些人學會放慢腳步啊，以前一直衝一直撐的，他現在開始知道，哎，我需要停。有一些人開始設立界限。啊，以前一直照顧別人的，現在他會問，那我自己呢？我的需要是什麼？有些人學會對自己溫柔，開始知道我不是機器啊。也有一些人，他可能經歷這個危機，他發現，哎，原來我不用完美，我反而可以很真實，更真實的活着啊。那這個過程裡面呢，這是我自己做心理諮詢以來，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學習啊。易經裡面有句話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啊。這個話呢是清華大學的校訓啊。呢個咧係易經裏面咧有兩個句子，係啦，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咁清華大學嘅校訓咧就用呢兩句說話咧攞嚟去講。咁佢講乜嘢咧？我自己去理解啦。我哋前半生，我哋好多時講中年危機，係咪？前半生咧，我哋好努力咁自強不息嘅。我哋好努力咁咧，好想去有車有樓，有人仔有車仔，有達到一啲外界世界同我哋講，我哋應該達到嘅標準。係。然後當我哋後半生中年之後咧，其實我哋開始就要學習厚德載物。我哋要好似大地咁樣好厚，所有嘢都可以容納得到，用同樣嘅呢個態度去接載我哋自己裏面嘅情緒，學習點樣同自己建立關係，就好似一陰一陽咁樣啊。這個是我們自己做心理諮詢一路走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認知啊。我們很多時候說中年危機，或者我們人生裏面有陰陽兩個東西。陽的呢，就是說，我們要好像就是要自強不息，要很努力我們前半生很努力的去積累在地上的財富去學習，去工作去有車有房有孩子我們就很想能建立一些外面世界那些標準我希望我自己能達到我們在後半生，或者我們從陰的方面去看呢，就是我怎麼學習，就好像大地一樣，大地很寬厚，什麼都可以承載着。我怎麼用這個氣量、氣度去承載我裡面的情緒，去對待我自己裡面出現的心思意念，然後讓我們能把自己載得住這個就是我自己在看在很多時候，無論是做心理諮詢，還是走過焦慮、抑鬱，我們要走自己的內心的心理路程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學習怎麼去對待自己呢個係我自己去睇，無論係做心理輔導啦，定係個人成長啦，去睇嘅時候咧，就係我哋除咗去想做到外面陽嘅嘢咧，我哋睇到嘅嘢啦。陰嘅咧就係我自己裏面，我學點樣同自己自處，我點樣對待自己，點樣容納我自己裏面嘅心思意念情緒，咁帶住呢啲諗法，
我哋慢慢去睇究竟我哋點樣康復咧帶着剛才這些想法，我們去看我們究竟怎麼去康復呢？首先我們剛才說就好像容納萬物一樣我們要學習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我們是那個復原不是直線很多人也以為好了就是一直往上不過真實情況呢，往往就是上上下下的，有時好一點，有時低落，有時會擔心是不是退步了。不過其實有起伏不代表退步，很多時候呢，我們情緒或者我們的康復就好像海浪一樣，會有高低。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又差了一點，你不用那麼快的去責備自己，你反而要問一下自己，我最近是不是又太辛苦了我哋同樣嘅頭先喺度講話厚德載物啦，我哋用同樣呢個心態去睇我哋嘅康復。好多時復原咧唔係一條直線嚟㗎，好多人會以為好咗就係一直向上，但其實真實嘅情況係上上落落嘅，有時好啲，有時就低落，有時會開始有啲擔心係咪退步咗。咁其實咧有起伏唔代表退步，好多時復原咧就好似海浪咁樣會有高有低。咁如果你今日你覺得自己差咗啲咧，你唔好咁快責怪住自己住，你反而去問下自己，我最近係咪太辛苦啦？又開始攰啦咁樣，係咁俾自己咧容許自己喺呢個起伏裏面咧去認識自己。去睇自己有啲乜嘢係需要成長、需要學習嘅允許自己有機會在個起伏當中去更進一步的認識自己，找到成長的一個機會有時候呢復原呢也不是強迫自己要振作因為有時候大家都會覺得我要快點變好，不過其實呢大腦的恢復很多時候不是大跳躍，而是我們要做一些小的而持續的改變研究發現呢，即使一些很小的事情，也都會能幫助我們的神經系統康復的好多時咧，我哋會想咧快啲變好，但係其實大腦嘅康復咧唔係一個大跳躍嚟嘅，而係要做一個細嘅而持續嘅一啲改變。咁研究發現咧，即使一啲好細嘅事情咧，都可以幫我哋去即係幫個神經系統去康復嘅。譬如建立慢慢地去調整我哋嘅睡眠啦，揾一啲穩定嘅睡眠啦，瞓得好啦，固定嘅朝早起身起床啦，可以出去散步5至10分鐘啦，曬下太陽啦，開始學返去照顧自己啦，洗面啦、刷牙啦、沖涼啦，呢啲咧好似好普通嘅小事。好似好普通嘅小事，但係其實咧係重新幫我哋嘅大腦喺度建立緊一啲新嘅連接。頭先我哋講話嗰啲腦神經元佢中間收唔到 connect 唔到，係啦，我哋嘗試去幫佢重新 connect 翻。一些很小的事情，好像曬太陽、散步調整自己的睡眠洗澡跟人聊天這些很小的事情看起來很普通，不過其實都是在幫助我們的大腦重新建立新的連接因為我們剛才說，就是當抑鬱症的時候呢，我們腦袋好像關機了腦神經元它們之間沒辦法連接所以呢，最重要呢，我想帶着記者呢，就是 healing is tiny， 就是那個康復的進步是一小步一小步換來的而不是一下子大跳躍的所以最緊要咧，我想大家記住咧，就係個 healing 咧係好細好細嘅，一小步一小步咁累積翻嚟嘅，就唔係一個大跳躍嚟嘅，因為我哋重新要令到腦神經重新去 connect 咧，係要少少 connect 翻嘅。有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咧，我要自己搞掂咁樣。但係其實咧，好多復原咧都係發生喺個關係裏面。如果有個人，可能有個人願意聽你講嘢，可能有個人唔批判你，可能有個人願意陪你坐住，嗰個人唔使講好多嘢，但係因為佢喺度咧，就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咧就有嗰個 social connection， 就會產生催產素。催產素咧係一種開心荷爾蒙嚟嘅。咁呢個開心荷爾蒙喺身體裏面產生嘅時候咧，就會幫我哋慢慢去中和翻頭先講話嗰個壓力荷爾蒙對你身體嗰個影響，好似溝翻淡佢咁樣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哎，我要自己搞定自己啊。但其实呢，很多复原呢，都是产生在关系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个不批判你的人，一个愿意陪你做的人。有时候对方不一定要说很多，只要他在啊，这就很重要。因为当一个人感觉我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神经系统里面就会产生催产素，催产素是快乐荷尔蒙的其中一种啊，它就会帮我们可以中和我们刚才说那个压力荷尔蒙对我们的腦袋的那個影響，就好像慢慢中和它一樣啊。咁所以咧，好緊要咧，就係我哋要俾對方感覺到佢唔係一個人。或者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都俾自己去 reach out to 一啲你覺得安全舒服嘅人，係啦，咁係會幫到你嘅腦神經系統可以重新慢慢穩定翻。呢個當我哋好少去做一啲正面嘅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嘅，但喺個腦裡面咧，其實慢慢嗰啲 neuron 啦，嗰啲神經元咧就會重新去連接。當佢重新去連接得到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嗰個人先會突然間會 feel 到，咦，我好似真係唔同咗當我們做一些很小的改變的時候呢，剛開始你可能沒感覺的不過它因為那個腦神經它要一點一點的在聯繫當它能真正連起來的時候呢，那你就會感覺到，哎，你不一樣了所以呢，這個過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哎，我在做正確的事情，走向正確的方向然後堅持做所以喺過程裡面咧，最緊要就俾自己行啱嘅方向啦，做啱嘅嘢啦，咁然後堅持去做，咁慢慢就會重新去做翻呢個連接。剛才我們說抑鬱症有不同的狀態它可能也需要不同的支持我在這裡想帶出的就是沒有一種方法是適合所有人的。有一些人可能需要心理治療，有一些人可能需要醫療的支持吃藥有一些人可能先休息穩定他的睡眠，有一些人可能最需要就是被理解所以不要比較，不要說哎誰比較嚴重更重要的就是什麼對我來說現在最有幫助好多時咧我哋話抑鬱症有唔同嘅狀態啦，咁佢都需要唔同嘅支持嘅，冇一種方法咧係啱晒所有人嘅。咁有啲人可能需要心理治療，有啲人可能需要食藥，有啲人可能需要休息瞓覺，有啲可能係首先需要被理解，咁所以唔需要去比較，亦都唔使去問邊樣嚴重啲，更加緊要咧就係問乜嘢對我嚟講而家最幫助，咁就由嗰樣嘢開始先。咁我哋話這個我很快就過因為不同的抑鬱症有不同的一些通常你可以拍個照就是通常的一些治療的方式重點的就是沒有一種方式是適合所有人的譬如即使是某一類的譬如大家都是抑鬱症，那有一些人可能需要吃藥，有一些人不需要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需要找到適合他的那個方式我很記得我以前有一個年輕人，他有抑鬱症，他是已經是最重的了，就是很嚴重。那時候他很嚴重，基本上就躺在床上沒辦法動，就是我要過去叫他起床，要幫他洗臉，然後就帶他出去在公園的走所以剛開始呢，就是不是說任何東西，他也不願吃藥就先從曬太陽開始。先從慢慢走開始每個人都唔一樣，係啦，即使係同樣係抑鬱症啦，咁都唔會係一個方法就啱晒所有人。咁譬如我以前有個年青人嘅 case，咁佢抑鬱症好嚴重，咁係已經喺張床度，即係完全冇動力喐我去係要嗌佢起身幫佢整濕塊布，幫佢抹面然後就都冇乜嘢可以同佢講到，因為佢完全唔想講嘢，亦都唔想食藥。咁可能就係由我同佢去公園慢慢行下曬喺太陽開始所以最緊要就係我哋要俾自己去認識當事人，佢喺一個咩位置，然後去幫佢揾一個啱佢嘅方式所以重點呢，就是我們要認識當事人，去看他最需要什麼，然後我們從那個點開始
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他低落的，那他可能需要情绪支持啊。如果他是麻木的，那他可能需要先就是启动他的那个感知啊，去重新建立一些小连接啊。如果他是暴躁的，那他可能先需要调整压力啊。如果他是耗尽型的啊，很累的，那他可能先需要补充能量啊。如果是高功能的型人，他一直在撑的，那他可能首先要學習劃界線，自我照顧啊。頭先講每個人都唔一樣啦，所以可能一啲低落嘅，可能首先要情緒支持啦；一啲冇乜感覺、麻木嘅，可能要去重新去啟動翻佢對一啲感覺嘅連結啦。一啲好焦慮、好焦躁嘅，咁可能首先要管理壓力啦。係啦，一啲好攰、好耗盡嘅，咁佢可能係要瞓覺啦，要補充能量啦，係啦，或者一啲一直喺度撐嘅高功能嘅，咁佢就要學定界線啦，自我照顧啦。咁所以咧就好似食維他命咁，有啲人要維他命 D，有人會維他命 C，係啦，有人需要休息，有人需要陪伴，咁就最緊要咧就係揾到乜嘢最適合佢啊。就好像吃維他命一樣啊，有些人需要維他命 D，有維他命 C，有一些人需要休息，有一些人需要陪伴啊。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找到最適合對方的那個方式是什麼。OK。如果你身邊有人經歷緊抑鬱啦，咁好多時我哋都好想去幫佢嘅，係啦，但係可能咧都唔知點幫，咁所以有時候咧有啲唔太幫助到嘅説話，包括話振作啲啦，你諗太多啦，你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咁樣呢啲説話好容易出口嘅，係啦，我哋關心對方好自然就會出口，因為我哋都係俾呢個中國文化影響緊我哋噶嘛，咁但係咁樣會令到對方咧可能會覺得你都唔明。係啦，咁反而咧更加有幫助嘅就係去即係俾同理心嘅回應俾佢啦，俾佢知道啊，係咯，睇到你好辛苦啦，我喺度啦，我哋慢慢嚟啦，係啦，你唔想出聲都得㗎咁樣咯，係啦，咁好多時咧個支持唔係為咗解決問題，而係單純為咗陪對方一齊，令到佢感覺到你嘅陪伴，因為佢感覺到你陪伴，感覺到你關心佢咧。呢個係最重要嘅，因為咁樣嘅身體先可以產生嗰個催產素出嚟嘅。如果你身邊有人經歷抑鬱啊，很多時候我們會很想幫忙啊，不過又不知道怎麼幫忙啊，所以有時候呢，我們會說了一些不太有幫助的話，譬如振作一點，不要想太多，你已經很好了啊，這些話，因為我們都是在這個華人文化裡面成長的啊，因為不過這樣呢，對方可能就會覺得，誒，你不明白我啊，所以反而呢比較有幫助的，就是我們對對方說一些比較有同理心的話，譬如說，誒，你好，你真的很辛苦啊，我知道，我在啊，我們可以慢慢來，或者讓他知道你不想說話也可以啊，就是讓他知道他可以，就是他是被接納的啊，所以很多時候支持不是說你要幫他解決問題，而是你單純的陪着對方在一起走啊，因為當對方真的感受到你陪伴着他，你嘗試理解他，你接納他的時候呢，那他的身體呢就可以產生那個催產素啊，所以我的目標在這裡啊，那我們希望這個催產素，這個我們叫做 oxytocin 啊，出來的時候呢，就會重新啟動我們的腦袋，幫它充電啊。咁我哋希望咧，當呢個催產素咧 oxytocin 可以產生到出嚟嘅時候咧，咁就重新咧去啟動佢個腦啦，幫佢充電啦，令到佢可以慢慢累積翻啲能量，重新出發啦。咁最後呢，我也想強調啊，支持別人的時候也請照顧好自己啊，不要忽略了自己。所以當你嘗試去支持別人、照顧別人的時候，你自己也是要設界限啊，去留意你的能量啊，會不會耗盡了？去照顧好你自己的能量啊，不用太多，你去陪伴對方的時候，不用太多的推測或者要幫他解決問題，你反而就是學習怎麼專注的、安穩的去陪伴着對方。如果對方有需要，就要找資源、找幫助啊，不要自己硬扛啊。
最後啦，當大家去支持人哋或者嘅時候咧，都希望你可以照顧自己，係啦，唔好忽略咗自己，學識去設一啲界線啦，留意住你自己嘅能量啦，個情緒能量會唔會太耗盡啦？係啦，去設下一啲界線啦。俾自己唔需要去太估或者去諗對方係點啦，反而俾自己真係學活在當下咁樣陪住對方。有需要嘅時候就去揾支援啦，唔好自己孭晒啦，係啦。咁最後啦，想送大家一句説話啦，係啦，好多時咧抑鬱咧唔代表係你失敗，只不過係代表你已經努力咗好耐。如果你今日咧辛苦緊，你唔好怪自己，亦都唔好因為而家低落就以為永遠都係咁。係啦，唔係㗎，我哋個路係可以再重塑嘅。咁我哋而家嘅感受係真嘅，不過唔係永遠嘅。咁慢慢嚟，你唔係一個人，係啦。咁今天想最後送大家一句說話，就是很多時候抑鬱不代表你失敗，它可能只是說明你已經努力了很久。如果你今天正在辛苦當中請不要急着去責怪自己，或者因為現在的低落以為就是這樣不是的，我們的腦袋是可以改變的，現在的感受是真實的，不過它不是永久的。我們可以慢慢來，你不是一個人，所以謝謝大家今天一起走過這個旅程多謝大家今日一齊係啦參加呢個講座，行過呢個旅程。咁係啦，如果有問題嘅，歡迎可以發問如果有問題嘅話，歡迎可以發問好多謝阿 Miu。咁嗱，我哋時間就差唔多2點半啦，我哋可以有5到10分鐘嘅發問時間好，謝謝 Miu 的分享我們現在已經大概是2點半了我們可以有5到10分鐘的發問問題的時間，看看誰有問題或者誰有什麼要表達的，都可以歡迎你提出來的。睇下大家有冇咩意見或者有冇咩想表達嘅，都可以喺而家提出嚟啦。好，阿 Simon，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因為頭先睇到個表咧，其實咧就係個 stress 同個 performance 個brain performance 咧，咁咧即係話，其實如果係咁，即係話如果要防止，係咪其實要其實每個人都會有機會發生，只要長期喺一個壓力應付唔到嘅時候，夾硬 stress 咧就會咁。咁如果第一就係呢個問題，但係如果係嘅話，咁其實係咪要防止就係話你真係未發生嘅未有病嘅時候，就係你點睇個 stress 咧？即係如果嗰個 stress，當我用正面心態面對 stress，會唔會嗰個 stress 就唔會令到嗰個圖出現咗下波，反而係可以係上面嘅咧？咁樣一個一個嚟啦，好嘛？首先咧，壓力令到個腦可以行得快啲，咁呢個係我哋嗰個即係上天賜俾我哋嘅能力嚟嘅，因為就好似加油咁啊嘛，係咪？係啦，即係踩油門啦，令到你個 performance 可以好啲啦。咁但係個重點咧就係你超速嘅時候咧，就好容易發生意外噶咯喎。OK。咁所以翻去你頭先話心態上，當然我去面對壓力，如果我係不停諗好負面越嚟越焦慮又怪自己又鬧自己，咁當然，咁我哋鬧緊自己嘅時候，個身體就會覺得唔安全啦，係咪？咁唔安全咪會產生更大嘅壓力荷爾蒙咯，咁然後就會變成越嚟越高啦。咁所以咧，當然就係如果心態上我哋係正面嘅，咁係真係會令到我哋 window of tolerance 會闊咗嘅。因為你冇咁多自己累積嘅額外壓力 ，OK？ 呢個係一樣。但係第二咧就係人體咧都係有個量㗎，即係你個杯裝嘢咧，個杯都係有個容量㗎。OK？ 如果你長期喺個壓力荷爾蒙裏面，即使你好正面好咩太高壓力荷爾蒙嘅濃度咧，都係會同樣令到你身體會出現壓力反應嘅。譬如啦，我做呢一行啦，如果我太攰、太大壓力，就算我唔諗任何負面嘅嘢咧，我都會留意到咧，我自己留意到我有條界嘅，即係一接近嗰條界咧，我就會留意到我開始心口壓住啦，會開始耳鳴啦、口乾啦，我就會留意到我開始有呢啲身體嘅症狀。雖然我係冇乜一啲負面嘅諗法出嚟，但我就知道咧，我開始接近嗰條線啦。咁我 feel 到我自己接近嗰條線咧，我就要刻意地將自己停翻落嚟啦。咁就好似temperature
thermometer 咁樣，係咪？係啦，即係如果你望到個紅燈你先踩掣咧，咁可能會過咗，你會有危險。所以如果10分滿分10分係爆嘅話咧，你 feel 到自己係6分7分咧，你好減速啦。因為可能8、9分嘅時候就會滾得好快噶啦，唔係你想停就停得到噶啦，得唔得啊？會唔會答到你呢個問題？哦，好好啊，唔係啦，該晒。咁所以更重要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講話管理壓力咧，唔係講緊話要冇壓力啊，而係好似條橡筋咁，你有掹緊嘅時候係冇問題嘅，但係最緊要咧你掹緊完你係有得鬆翻，你唔好長期掹緊，你長期掹緊呢條橡筋咧就會斷嘅，會失去彈性嘅。咁我哋個腦神經一樣，係啦，所以如果你可以頻密地鬆翻咧，咁你就保護緊你嘅大腦啦。咁所以好似少食3餐咁樣，係啦，即係你每日，譬如我早午晚我都有啲時間，我俾自己 relax 翻，我俾自己去飲啖水，我俾自己去出去唞啖氣，我俾自己做少少聽下音樂，你俾自己有意識咁翻去身體去 relax 翻，咁你就會發現咧，你即使係同樣嘅嘢，同樣嘅日子，你會發現你裏面成個空間感係大咗好多，因為你緩翻落嚟。係啦，你就唔係不停咁樣加油上去。好啊，唔該晒啊。唔使客氣。好，阿 Miu 可唔可以麻煩你將你頭先講嗰段說話精簡地用國語都講一次？我想一下我剛才說了什麼。我剛才說Simon 還有 Laurel 對不對？他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啊，他就說既然那個壓力荷爾蒙就是讓我們可能每個人都有機會可能會抑鬱的啊，因為如果我們長期在那個壓力荷爾蒙的時候，那我們每個人那個能承受的壓力的量都是有限的嘛，所以我們剛才說有2個很大的因素啊，會影響。首先就是我們怎麼看壓力啊，如果我面對壓力的時候，我少了自我批評，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自己的就是心態加給自己的一些額外的壓力的時候，那當然我們那個壓力的承受度那當然會大一點 OK。 第二呢，就是我們人體能承載的壓力荷爾蒙的濃度也是有限的，那你也不可以說我的心態好，那我就不用理，不是這樣的。即使我自己啊，如果我太累了或者太大壓力了，即使我沒有任何的負面想法，我也留意到我的身體會出現一些反應，譬如我會心跳加快，會覺得胸悶，會開始有耳鳴，那我就知道這條線就是我不能過的紅線。每個人你自己的紅線，你那個在哪裡都不一樣啊，所以為什麼你要經常去留意自己的身體反應？你要去學習，真的認識你自己。我快到這條線了，那我要慢下來，我要退下來啊。所以就好像開車一樣，如果你看到紅燈你才減速呢，那可能有點太慢了啊。你可能看到黃燈你已經開始要減速了。所以如果我們用1到10分就好像一個溫度計去看呢，就是你不要到8分9分，如果10分是會爆啊，是 overreact 啊，你不要8分10分你才去調下來，你可能在6分7分你已經要覺察自己在發生什麼事情，也要把自己調下來啊。所以就好像橡皮筋一樣，我們有緊張的時間是沒問題的，有壓力是沒問題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緊繃完之後你要讓自己回來，你要放鬆啊，要不然呢，你這個橡皮筋呢就會失去彈性啊，我們的腦神經也會失去彈性，會斷掉的。那所以剛才就說很重要，就是讓自己能不能在一天裡面一天好像小吃多餐一樣啊，每早午晚啊，你可以早5分鐘10分鐘，因為這樣自己停下來呼吸，讓自己喝水，讓自己走出去走一走呀，呼吸一下，你會發現呢，你承載壓力的能力會大了很多，因為你不斷的找時間讓自己緩下來了，那你緩下來你又可以重新出發了。 OK。 好，謝謝 Miu。OK， 跟住落嚟，我見到有 Jessica 想發問嘅或者係表達意見嘅，唔該 Jessica。Hi, thank you. Mildred，我有一個好 quick 嘅 vocabulary 問題。我想問羞愧 ，is that shame? Shame, yeah.
Okay, okay. And then 焦慮 is like describing anxiety. Anxiety. Yeah.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有冇其他朋友想表達意見？好，冇唔緊要吓，因為我哋都時間都差唔多啦。好，咁喺呢度咧，我哋就多謝阿 Mildred 啦。咁啊，多謝佢今日抽時間嚟幫我哋分享有關於抑鬱症嘅嘢啦。咁好，謝謝大家啦。時間已經差不多了啊，謝謝 Mildred 好，今天謝謝。來幫我們做這個分享。好，再見了。我們今天講座到此為止了。接下來是我們分享小組的時間。如果你想參加分享小組，麻煩你留下來。嗱，而家我哋到咗分享小組嘅時間啦。如果大家參加分享小組嘅，就請你留低，咁俾啲時間我做分組啊。唔該晒。多謝 Mildred，好，thank you 大家，我走啦。好有用。好，拜拜。Thank you，拜拜。 Thank